古长屋怀旧风情浓郁，仿佛走进时空长廊，处处思旧情。客家祖堂对联上8个字，道尽移民艰辛，百年岁月依旧屹立。早期客家人都是从广东来嘛，广东演派，从广东来到台湾，从台湾北部恢复他的基业。老东西有最深浓的人情底蕴。老板陈文衍用老建材说自己的故事。角落边一顶客家阿婆的八卦床，总能让小朋友好奇，也常常有人来寻找他们的纯真记忆。那以前老人家他们都知道，八卦床就是看上面嘛。所以他来的话一看，他会会心一笑。对。怀旧起点是父亲留下的日式家具，陈文衍用情感延续这一方空间，不让生冷建材侵害，用心捍卫温润。老东西呢，这是先民啊，他用最简单的工具做出最完美的家具。因为兴趣开始追寻，从事复古空间设计，在这个窄门行业中挥洒自我，乐于跟主流背道而驰。现在的人做装潢是老房子弄新，那我现在跟人做呢，都是人家的新房子，我把它弄旧。用心也浓缩在菜肴里，选用的高级食材满足顾客的胃，却也不必担心瘦了荷包。客户来消费呢，他有权利享用最好的东西。讲究细微不随便，座无虚席的用餐人潮就是最直接的回馈。哇，大家高朋满座哎，生意都好。大家都当上这样吧。我说老板生意真好，他说大家都很捧场，这是海陆对不对？之前我们说太嘎都懂熊想，大家都很捧场。对，一样的意思。复古餐厅古味盎然，老板陈文衍说，这些老东西其实是他对于自己生命轨迹的追寻，就如同现在他最重视的是朋友，因为随着岁月只会越陈越香。生意懂好，大家都懂熊想。生意懂好，大家都懂熊想。